寒天要到啊，国内嘛开始出现一寡禽流感的病例。伫嘉义溪口就有饲烟豚的所在，发现气味着 H5N1 高病原的病毒，有35000只烟豚已经防灭掉。这已经是今年第2开始围着。也若国外即卖疫情嘛继续咧传，亲像伫南非就灭掉750万只的卵鸡，鸡卵即卖拢袂使卖。另外伫美国的犹他州嘛有爆出疫情。防疫人员请装备将手伸入人的车，将一只烟豚撒到毛布地，位伫嘉义溪口的烟豚场，当地确诊感染高病原 H5N1 病毒，共同超过35000只，全部爱扑杀。其实这场1月也确诊过，扑杀25000多只。今年确诊2摆，生活安全措施有待加强。防治所要求加强消毒，如何防止为王？该场过往已发生2次禽流感疫情。再次呼吁养禽场注重生物安全措施。今麦进入秋冬，国内高病原确诊案例最近出现蓝山2例，也毋过未当无注重。农业部防检署指出，欧美部分国家疫情无断过。最近美国犹他州发生火鸡场着病，已经公告就这个州为禽流感非疫区三毒。那对国内中和感染的养禽场，也会更加严格执行服用定数。复养申请其实我们有一个标准程序的哈，包括就是要做场内的一个病毒的分析哈跟分离，如果可以通过，当然我们还是会准予复养哈，那我们会严格的执行。伫南北球的南非，几下个省份爆发严重疫情，扑杀超过750万只卵鸡，大约占全国总载养量2到3成，影响到2到8个经营。路透指出，有一寡超市只会当停止卖，也是限制人客买鸡卵的数量。当局也在评估，监视注意苗来控制疫情扩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